对。阿叫，正向起来。伊哦，起来啊！有食啥顿无？伊讲吼，昨暗去用车食大摊的啦，伊即马食袂落，毋过你放心，伊有啉一杯牛奶哦。唉，即摆毋知咧创啥物，生活遐尼无正常啊！兄长啊，我想吼，你应该甲正向吼娶一个某啦。你煞无听人咧讲吼，迄成家立业呢？你也甲正向吼娶一个某，那安尼伊做事业啊，一定会成功。呀，伊毋娶我多心。哎哟，兄长，你也若安尼讲吼，着你毋对啊！哼，你也莫吼反对迄正向吼，甲阿辉啊两个人来往哦。我定定伊两个一定结婚啊！迄阿辉啊伫咧农会哦上班，上遐尔好。啊，若有阿辉啊吼，来甲正向吼管，哼，迄正向做事业毋遐会成功啊！你讲对毋对？啊，搁咧讲啦，你哦，若互甲阿芬啊吼嫁予迄个国代啊。安尼毋较叫做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佮会当双喜临门咧。佮再讲吼，恁东家甲因丈家两家会当结做亲情吼，嘛袂安尼冤家啊。哼，兄长，这样讲来讲去哦，那嘛是你毋对啦。无啊，阿叫，你提沙仔袂哈？俗语人咧讲啦，兵炭无共炉啦，善恶无共道啦。我若下衰三代哦，我就袂甲因丈家哦结亲情啦，知无？哎哟，兄长，你哦太固执了啊！哼，像伊安尼啦，迄若选着兄长吼，等咧花头喜面啊，啊跋孙老子哦就屁话了，像即种人啊，我才完全懂。我这，喂，哎，我即摆心落才比头家歹呢。队长，爸，你要出去？嘿，载我来上班。好，来，爸，我今日吼想要去台北，你要台北？要创啥？去甲迄经纪公司吼收咱卖土地迄尾款啦。收尾款？你是要收啥物尾款？恁小妹敢有答应拆事心？爸，我甲人投资做生意吼，即摆阁需要真侪钱投资入去，无论安怎吼，我会赶紧去摕到钱啦。你甲恁小妹卖土地就毋对啦。你讲你家己要想办法，啊，即摆咧？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叫我去人偷地，去人抢去哦。好啦，行啊。爸，好啦，车跑代志的。爸，啊，哥哥是安怎？下仔毋是为着你这土地代志。对啦，阿芬啊，讲啥代志？爸，我实在无想要互你烦恼，要毋过我实在真正无办法做阵来拆厝。爸，你一定要甲我想办法，我无想要搬厝啦。阿芬啊，拢是爸毋对，爸害你。但是你放心，阿爸一定哦保护你间厝，甲迄土地，吼，你真放心。多谢爸爸。免啦，对啦，阿爸要来上班，我送你转来。唔免啦，我还阁有代志伫的。安尼啊，若有代志哦，你尽量来找爸爸，吼。我知影啦，爸爸，你家己爱照顾你的身体哦。会啦。哥，我要来走哦。慢慢行哦。好。爸，拢是你啦，哈！要卖啥物土地，做啥物生意，害阿芬遐尼艰苦，安尼欢喜因？爸，我若是趁真侪钱吼，我会加倍行伊啦。搁再讲，后一届你要选乡长，嘛是需要真侪钱啊，是毋？盛阳啊，你千万唔通去台北，将代志母啊袂收煞的啦。好啦，咱这个阿芬哦，一点都无替我想。但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这做大遐甲关系小妹是？好，我要来去啊。兄啊，我要来上班啊！啊，我用车载你去无？唔免啦，你无用你的就好啊，我跟你来去就好啊，哈。兄啊，再见。再见再见，啊，小心的咧。好呀，这个我送你去上班。阿辉呀，
紧坐起来啦！我都唔相信你唔坐起来。你走啦，我不会看到你啦。阿辉啊！这样。真感谢恁大家，本来是足想要留来甲大家做工作，大家保重啦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您开始来。哎。保重哈。再见。总经理，我想要一下。总经理，再见。有闲较早都转来佚佗。好，谢谢。保重。哎。哎。你个你啊，你当时转来？昨下晡，不过我即摆要赶转去台北啊。无咯，我实在是想无呢哈。啊，恁厝也无爱拆，啊，土地买款也无爱互我，恁到底是变啥梦啊？我甲你讲哦，叫恁董事长出面来解决。我今仔无闲甲你讨论这，阿无啊，来走。你什么时候哦？我你等下，快下了，你赶快点了。我你等下，快下了，你赶快点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无啦。你去，歹势。是，我求伊啦，我都足需要土地买款吼，拜托啦。你需要钱，临时要麻烦拆厝，我实在唔知影要怎甲恁帮忙。而且公司已经无需要我来管这件工程了。阮伫遮建设娱乐区真需要恁的帮忙。恁阿爸阁是乡长，我袂挑工来得失着你，请你谅解。讲话又无算话死。讲笑话！无啦，我这个意思啦哈。我安尼心事重重，你想啥？恁庄脚的风景实在足水的，我足想要留落。啊，台北有事了好做，啊有水某等你娶，啊你敢真正放得落？啊你若放得落，你就来留落啊。当然嘛无法度留落来，可我足想要留落来。头一只种花，种树啊，种足侪水果的。这位，这欢喜伫遮拄着你。你要去倒位？我要转来去。你咧？我要转去台北。是要转去结婚式？我祝福你。再见。我总唔甘离开遮的。我不要我用车送你转去。唔免啦，我家己用行就好啊。我脚拄好，想要运动一下。安尼我陪你行一段。你免浪费你家己时间。袂啦，我也无咧赶时间，
恐惊下摆无这个机会啊。你若有来台北，才来村佚佗啦，阮爸妈熟悉者。细汉时阵，常常第一只耍水甲掠鱼，因为我这当阵吼，拢在顶悬的工厂，拢干拢足垃圾的，即摆连一尾鱼拢无啊。时代愈进步，工业愈发展，大自然的破坏就愈厉害，这是真不幸的代志。即摆连鱼仔拢无法度活落去啊！我看以后连咱人都无法度住落去。应该是袂遐尼严重啦。即摆大家拢足注意环境卫生佮环保的问题，所以你要开发游乐区，嘛是第一破坏大自然的环境啊！唔知你是毋是会凭良心，把水土保持做会好咧？你免回答我啦，想你人就是想你人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总经理，啊，你毋是要转台北？我知啦。啊，毋过行啦。好啊，我家己去坐车，你先转去工寮倒。欸，你是毋甘离开这是？陈小姐，你千万唔通别人知哦，我相信你。我看你两个啦，无算啊梁山伯我借用大共款，就啊18相送，硬生桥顶安尼。啊，我这个做事救的，无紧甲恁动，你才甘离开啊？多谢你啦，我想要加了解一下。嘿，愈来愈了解吼，药可是更加不堪设想呢，迄会愈陷愈深呢。迄到时阵毋但害了家己，佫害了别人的呢。袂啦，你找的效果我家己会担，你免烦恼。啊，这个内容吼实在够大啦。哎，唔是款，亲啊，总讲一句吼，一切拢是阮唔对。等天日若转来了后，我一定好好甲教示，是的啦。啊，你甲回实力有啥物路用啊？我即摆上重要爱要知影讲吼，天林到底有迄个诚意要娶阮雅玲啊无？恁坦白甲我讲一句啊！当然是有啦，有啦。有，那是要叫阮安怎相信恁啊？唉，咱恁天林哦，即摆搁拼落去家己找迄个庄家查某囡仔，这也无怪我会受气呢，有够过分的啦！亲嘛，目前哦，暂时还莫叫我亲啦。我感觉这两个少年囡仔的婚事可能会散去。我毋敢再讲，我一个红贴仔还袂放出去的。啊，若无是要叫阮吼移家以后，安怎对这社会交代就好啊。有影吼，你一点仔面子都无留互我，啊无采讲我遐尼疼伊啦。这样吼，若要认真甲讲起来吼，可是忘阮陪伊啦。亲，
阮李家绝对不是迄款忘恩背义的人。总讲一句就是，这天灵是太可恶了。我生气，阮囝绝对有啥物苦衷伫个，咱莫逼伊啊！苦衷？你即摆在讲啥物话？等咧找阮阿玲的吼，迄好对象足侪伫的啦。唉，讲到转啊，可能伊两个人无缘。较冷静，来，是你条件嘛无路用，紧张嘛是无路用，敢毋是？是啊，是啊。爸，天宁即马人伫咧倒位，还阁毋知影咧，敢讲我伫咧介意？哎，就讲要倒转来，啊，敢要甲我骗笑？伊讲的话哦，我则无爱相信。哎，那无我先来甲敲电话，我甲问看卖，好无？爸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定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